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周刊的报道。已经结婚的立委王定宇，加减伊17岁，民进党的发言人颜玉芳来动机。也毋过两个人拢无承认，讲因是分租房间，是这个厝头家甲厝卡的关系。早起9点半，听王来王的这个记者会，王定宇嘛临时甲取消了。 一透早就有农民陆续来到台南贵人立委王定宇的服务处。原本9点半委员要开挺王来龙记者会，无想到8点外雄雄取消，农民嘛有淡薄仔硬气。这是啥物通知啊？这就是讲王来伊临时讲遐要取消。已经结婚的王定宇前一天才向媒体表出，伊去民进党发言人颜玉芳住的所在过暝。不过两个人拢讲只是分租房间，厝头家和厝卡的关系。感觉有可能吗？阮对伊很太有信心啦。 王定宇透早无正式出面回应，干那透早7点27分发一篇文章，消息传出来，有真侪网友去面册甲问，伫服务处的选民强调相信委员。另外一方面，记者嘛打电话予颜玉芳，不过电话拢无接通。 您已进入09。两位当事人拢无第一时间出面，不过王定宇的面册，佮有和太太甜蜜的相片，佮有替囡仔过生日的相片，伊伫互人爱家爱厝的好形象。即马表出这个消息，嘛，互大家拢真关心。